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向西藏青年传授佛法；达赖喇嘛尊者接见美国埃默里大学学生；司政洛桑桑格为纽约和新泽西州藏人社区文化中心揭幕。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国际宗教自由论坛在台湾召开。藏人代表出席1989年6·4天安门事件30周年纪念活动。第25届至尊母亲杯流亡藏人足球赛在达兰萨拉开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本周一6月3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大乘法院为西藏青年学子们教授了佛子行37颂等妙法。达赖喇嘛尊者向藏人青年教授由无住贤菩萨所著的佛子行37颂时，强调西藏语言文化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尊者对古代那兰陀大师和学者们的崇敬。尊者还进一步鼓励参加法会的青年一代藏人，西藏的珍贵文化慢慢地被外人所注意，值得藏人们为之骄傲。年轻一代应该重视源自那兰陀的西藏文明，努力用它来为世界做出贡献。达赖喇嘛尊者还于6月5号因印度南部宗喀曲登寺的祈请，向四方信众传授了观音世间自在灌顶。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五5月31号在达兰萨拉观顶接见了一批来自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学生，并进行了互动交流。达赖喇嘛尊者在接见会上向埃默里大学的学生发表讲话时，谈到如何透过培养慈悲心来消除负面情绪等话题，并指出负面情绪可以通过现代教育、科学和智慧来减少，也可以培养慈悲和利他的理念。另外，上周日6月2号，藏传佛教萨迦派第41任法王达赤仁波切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出席了美国纽约和新泽西州藏人社区的平措德西文化中心揭幕典礼，以及纽约皇后区一路段更名为西藏路仪式。在当天的典礼上，前任萨迦法王达赤仁波切向新建的礼堂进行了加持和祝福，并向藏人民众发表讲话，强调了保护西藏语言文化和藏人身份的重要性。司政洛桑桑格在典礼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该礼堂的成功修建体现了海外藏人社区团结一致的潜力，并呼吁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的藏人担负对西藏自由事业的责任。在当天的典礼结束后，前任萨迦法王达赤仁波切和司政洛桑桑格与纽约市议员布拉莫以及纽约市政府官员一同出席了皇后区第32街更名为西藏路的挂牌仪式。另外，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华援助协会、传统基金会以及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等组织共同主办的台湾国际宗教自由论坛于5月30号至6月1号在台湾新竹圣经学院举行。来自全球多国的宗教领袖、政府代表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围绕迎接挑战为主题，就促进全球宗教自由进行了讨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也于当天致函祝贺国际宗教自由论坛在台湾召开。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写道：“宗教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我们人类应该享有基本的人权，因为所有人都希望离苦得乐。今天我很高兴地看到，在台湾这样强大的民主国家中，法律保护和捍卫着人权与自由。”尊者进一步强调了宗教自由与宗教和谐的重要性，并强调每个人都有自由实践他们认为合适的宗教。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珠次仁、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应邀出席了这一论坛，并分别向与会各国代表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现状，特别提到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种族压迫和宗教迫害。台湾总统蔡英文也于30号上午出席了论坛，并在致辞时表示，
包容多元的宗教信仰对一个民主社会至关重要。台湾将继续为促进世界各宗教自由做出贡献。蔡英文总统除再次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民间团体代表集聚台湾，一起进行深度的交流，也特别感谢达赖喇嘛、美国布朗贝克大使，即使不能亲自出席论坛，也选择写信或透过录影的方式向大家分享观点，并表达了祝福。另外，在1989年6·4天安门事件3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的人权组织、中国民主团体以及藏人纷纷组织活动进行了纪念。6月2号，台湾在台藏人福利协会和西藏青年大会台湾分会的代表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6·4 30周年纪念活动。当天，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陈嘉措也在华盛顿参加了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纪念活动，并在活动上发言时介绍了流亡藏人社区实施的民主制度和藏人的抗争运动，以及藏人流亡60周年等情况。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负责人吉尔宗德丹于6月3号与6·4天安门广场大屠杀见证者、美国国会议员和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一同参加了在华盛顿国会大厦附近的自由女神像前举行的纪念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0周年的烛光守夜和纪念仪式。6月4号，由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等联合主办的8964 30周年纪念活动，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西草坪举行。300多名包括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中国民运人士、美国国会议员、世界各地的代表参加了该纪念大会。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负责人吉尔宗德丹。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负责人吉尔宗德丹、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陈嘉措也参加了此次纪念大会。当天，吉尔宗德丹还参加了美国民主基金会向藏人维吾尔团体和对华援助协会的颁奖仪式。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上周五5月31号，第25届流亡藏人至尊母亲杯足球联赛在达兰萨拉拉开帷幕。23支来自世界各地藏人社区的足球队参加了本届比赛。在当天足球赛开幕仪式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对流亡藏人体育协会历年来在流亡藏人社区发起的体育运动表示钦佩。而流亡藏人体育协会秘书长巴桑多杰则简要介绍了该体育协会自2002年成立以来的情况。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